Tiger 邱傲然俾人感覺係慢熱同少說話嘅男生，佢又認唔認同呢？我慢熱咯，即係慢到用幾年時間就熟落啦。咁即係我會 get used to 呢個環境啊，get used to 呢個鏡頭啊，咁樣就可以好似多啲嘢講咁樣。譬如呢2年嘅經歷或者嘗試，即係你試好多 project 啦、舞台劇啦，甚至乎同一啲全新嘅朋友仔合作啦，係咪幫到你醫咗咧？見多咗人，做多咗嘢，咁樣就慢慢去適應呢一個工作嘅模式，咁就會開放啲咯。不知不覺 Tiger 出道7年幾，佢覺得最大嘅改變係咩呢？最大嘅改變係 Day One 決定入嚟嗰刻，先係我人生最大嘅改變。係因為如果嗰個決定某程度上係完全係改變咗我哋呢12個人或者台前幕後嘅一個人生嘅一個選擇，所以我覺得其實幾時問我最大改變，其實都係 Day One。如果 Day One 唔係咁，你個軌跡會去咗邊呢？覺得？我真係唔知喎，可能我會繼續鑽研呢個拉丁舞咯，或者可能讀完電影學院入咗行做 PA 咯。